好，开始哈。好，伫主后176年，76年9月17日，有对该牧师领受洗礼，迄时是24岁。伫主后，这段你敢来读一遍？伫主后176年9月17日，有对该牧师领受洗礼，迄时是24岁。好，继续。伫主后178年，伊起头受派，去大龙帮礼拜堂传道，对遮有个什么转任，应该是转任哦，了解好，转任去大万家礼拜万家哦，对，迄时第2条变调，大万家礼拜堂传道，伫遮有拄着法国来拍台湾，礼拜堂有互土匪拆什么啊？应该是拆去，我哩拆去，好，所以讲读轻声拆去。等下，我记一个，这会使读轻声拆去，拆，好，伫遮拆去，所有的物也拢抢了，了解。好，然后官府有赔钱来起新的礼拜堂。会安尼哦，官府阁会赔迄个赔钱好，赔钱来起新的礼拜堂。新的礼拜堂，新的礼拜堂。你讲什么？敢若变调？敢若拢免变调，头前敢拢免变调哦。敢若是我新的好，新的礼拜堂，好，新的礼拜堂，新的旧的拢安尼讲。好，新的旧的是新的礼拜堂。对遮有各转任几若所在，几若所在传道理，有休2年久。为什么会安尼休？敢毋是休假迄款的休假？是，就是伊中有休2年啦，中段2年。了解，伫无共个所在中央有休假2年，安尼好了解。好，这段你敢来读一下？好，伫主后178年，伊起头受派去大龙帮礼拜堂，大龙帮大龙帮，大龙帮礼拜堂传道，对遮有个转任去大艋舺礼拜堂传道，伫遮有拄着法国来拍台湾，礼拜堂有互土匪拆去，所有的物也拢抢了，然后官府有赔钱来起新的礼拜堂，对遮有个转任去几若所在传道理，有休2年久。大龙帮，咱应该我记印象中咱捌查过大龙帮地图，看过大龙帮啦吼。毋过我要有印象，来过来看大龙帮，因为我有印象就是大龙洞，对，是大龙帮。迄是虾米款的所在？因为敢是宜山迄附近宜山，看起来。敢宜山因为
地图看起来是安尼。叫做什么什么聋哑什么聋哑学校，下到学校。哦，有听过，啊，毋过要是无印象，毋知影迄是伫倒位。嘿啊，才知影迄是嘿。歹势吼，咱查一下吼。大东区哟，好。哦，保安宫啊。保安宫，保安宫，保安宫是啥？保安宫，看起来就是一间庙。迄只就是你讲这叫嘛大同区哦，我毋知这叫什么区啦吼，大良坊啦吼。是。啊，我对即个所地名有印象是安尼，因为阮较早阮做即个巴士对新竹起来的时阵，拢对即只路交流道。哦，是。一落来就是即只大良坊，但是我记得是因拢讲华语嘛，什么大龙洞啦，一落来就看会到即个歹势对，下到学校嘛，启聪学校伫遮有。一落来就看会到一间学校啦，所以我对伊的印象就是启聪学校伫遮安尼尔。好。大良坊，这是古早地名，即嘛是当然，即嘛叫在地人嘛，拢叫做大良坊吼。坊，好。是因为即嘛讲华语较侪啊，已经袂晓讲大良坊啊。是。好，这是大良坊，过来是，我要看的是，艋舺当然就知啦吼。系啊，继续免看，拢知影嘿。法国拍台湾，或者伊讲只要讲即淡字，其实我看即本书，我才知影讲即个侵华战争对台湾影响遮尔大。是。等于是迄当阵对台湾人来讲是足重要的一件代志吼，伫咧台湾史内底是应该是足重要一篇吼。我较早我伫咧潘国华老师的文章内底，看到讲走西仔反，讲台北人吼，拢知影叫走西仔反即句话。你捌听过无？你知影无？走西仔反。迄个走是啥物意思？走西仔反。走路。西仔反有听你讲过西仔反的意思。对，西仔反就是法国人来咧反乱嘛吼。是。就是安尼讲法的吼。西仔反。西仔反。即个意思，即个老台北人应该拢会晓讲，会知影即是咧讲啥吼。西方人啦吼，法国人的反乱安尼吼，西仔反战役。所以这是较早老台湾人一个足普通、足接用的一个词，西仔反啊。但是台湾经过安尼历史的即个长战吼，即个词都无去啊。大家嘛毋知影讲西仔反对台湾人影响遮尔重大吼。我即马看即才知影，看即本书啦，我才了解哇，毋是干那讲侵华战争一个事尔，是等于是生活中影响足大一项代志。过来就是你讲，伊遮讲即个官府的赔钱吼，即个就是我顶回讲的教案吼，就是足侪迄当阵的教案，政府会摕钱出来赔钱，因为是西洋人的财产。好。你去侵占的，还是破坏西洋人的财产，所以就爱赔，哈哈。政府会赔，因为也即个叫做即嘛叫做啥？即嘛叫做即嘛有一个法叫啥？就是政府会赔钱互你，叫做啥？煞袂记，一时仔才想袂过。就是譬如讲你受伤啊，政府会赔你。国赔甲是迄个意思。国家赔偿法啦，对。是。就是伊个概念嘛，对啦。但是古早即个概念，敢若适用伫咧外国人。对本国人无迄种叫做国家赔钱互你的。就是迄当好，了解。好，继续。我看觅两年久好，后一段好。好，到主后1902年，有伫淡水国接线
接线做，也是接线做教会的工。吼，看你要安怎读法，你若要接线，嘿，就定嘿，去安尼读，是讲你要搁继续读接线就做，接线，嘛是会使好。拢会使，接我感觉线做拢会使。教会的工，好。嘿，你若要较听有名，就是接线，再接做线，教嘿，会的工，安尼是较听会明啊。但是因为这大家拢知影意思嘛，所以搁接线做教会的工，大家嘛是听有啦，吼。了解。好，教华牧师的汉文，甲福音，福音，福音就是咧，咱的，福音敢是就是台语的意思，对啊，应该是。福音，好好。我常常甲伊去逐个礼拜堂传道理，又个刷接甲宋医生有做河马河河马医医馆，嘿河马医馆的，再爱变调河马医馆拜堂愈学愈学会讲，愈学会讲，讲嘿，对。愈学会讲。后来有拄着心心脏的病，身体渐渐衰烂，袂话搁担当较侪的工，担当较侪的工，就伫主后1909年，互团道局，有这个局，团道局派去带树林的树林对，带树林的礼拜堂传道。为什么？敢是讲树林的拜堂较轻巧，迄个工课较轻巧。到主后1912年病逝那当忽然失去，好，国不将着过路迄个失去是啥物？忽然失去，失去敢是病有啥物特别讲法叫失去？先读了好啊，好，国不将过路，嘿啊，去福州，甲伊的大囝带遐疗养。好，了解意思。好，就迄个失去，迄个词毋知影意思。了解啊！原来台语顶有修迄个失去，就是身体较啥物衰烂的意思。忽然失去元气啊！失去元气，是。袂歹。好，这段长的，你敢要来读一遍？会有循环变歹，消气，失去的人骹手会麻，尾仔手囥久就会失去。失去，嘿。这是第二个解说吼。是消气。你要甲最后一段读。慢读煞好，袂歹。好，病若伤重，就伫主后1914年，敢是安尼？14年3月27日，安然别逝，敢是安尼讲？白逝，了解，好别了解，好白逝，看伤久才知影伊的你的汉字，好白逝，享受62岁，无老好，26对啊，我来读。慎做较少年，对啊。好，
到主后1902年，有伫淡水阁接线做教会工，教华牧师的汉文甲图音，阁常常甲伊去逐个礼拜堂传道理，又阁续接甲宋医生有兼做河北医院拜堂拄学的工，后来有拄着心脏的病，身体渐渐衰烂，袂袂阁担当较侪的工，就伫主后1909年，互传道局派去带树林的礼拜堂传道。到主后1910年，病势哪当忽然失去，郭部长就顾老，去福州甲伊的大囝带遐疗养，病若伤重，就伫主后病若伤重，就伫主后1914年3月27日安然别逝，享寿62岁。好，继续后一个人吼。刚刚毋是后一个嘿。小停歇一下吼，因为好。我要来变数一下。好，就较要来讲，休 take a break，take a break，毋知影要安怎讲。好，豆豆来吼。好来，好，后一个部分吼。好来，小等下我 read， 我是，所以我拄则是 pause share，但是无 pause 迄个 recording 的款。是哦。我请掉啊，应该是去pause recording，不要紧。好，就开始读吼。好，高进甲高树。高进是做诗人，也做牛贩。伊是属三丁堡的教会，后来搬去属归人的教会。伊的人
人款，对，伊个人款大汉，性情静中，静中，敢是老实，还是故意意思？尽是忠静中，对啦，会使讲老是故意啊，就是尽忠嘛，做代志足性情尽忠就是足忠心的，甲你哦，系啊，就是对朋友足重心，迄个重，是，毋是对朋友吼，尽忠就是忠心啦吼，不管是对啥物人吼，就是忠心，就是。不管是对虾米人，也是虾米代志，拢是忠心。好，好，了解。好，好，等一下，我记一个。静中，还是，那找无去？好，记好啊。好，性情静中，静中伫倒位？好，找着，好，干净人的对，嘿，为什么是干净咧？正经看到这个词，敢毋是干净？干净是见证吼，一只是干净。干净是啥物？干净，你看伊是讲对干净人的毋对嘛，所以到底是纠正。无共的干净，纠正无即个词。有啊，我甲大写去，所以有查，有分大小写啊。正毋捌听过即个词，干净。干净，所以这是等于是文言文啊。文的遐嘛，所以讲伊形容即个人，拢亲像描写一个华语迄款的臣子，啥物的迄个静中干，好，继续干净人的毋对。第178年听道理，179年领洗礼，180年有去淡水读升学，迄时49岁，伊真热心传道理，捌甲该牧师头摆去宜兰，到逐位无人要信，拢拒绝因。到南方学，要甲人招学，安尼就了解啊。要甲人招学，人门关招因。后来有国甲一个老人招，迄个老人，哇，这段足长诶。迄个老人才用牛条做音效。这个故事正有看到吼，有读过，有写过。好，我袂记啊。系啊，我有印象，正有听讲到就个带伫牛条内底的故事。好，用牛条做音效，也煞芳淡薄卖互该牧师甲遐个学生食。迄个芳是啥物意思？芳就是芳碗、芳滴、芳碗、是盘，芳啥物？迄个芳，好了解。芳淡薄卖互该牧师甲遐个学生食。高进心。高进，敢毋是毋是第二条高进？高进歹势嘿。是高进心伤，遮艰苦无爱做传道。
到倒转淡水，伊的心国想，这该无使遮敖的人甘愿遮远来受艰苦，这道理的确是真的。当我当我的确要做工到死，做工到死，做工到死，应该是读本调，做工到死。是对安尼，伊有去做传道，点几若年？这敢是第五条才对，几若位哦，这是位。好好，我来写一个位才对，看起来亲像年。好，几若位好，等一下位几若位后来死伫大马烟，吼，死伫大马烟，伊的某伊的某还伫遐，故事是伊的某还伫遐，后壁就是讲故事迄个人。先到遮啦吼，刚刚卖才先到遮，互你读一遍。好，甲高进，我甲读了吼。高进甲高数，高进是做事人，也做牛贩，伊是属三重埔的教会，后来搬去属鸡人的教会。伊个人款大汉，性情真中，敢干净人会毋对。伫1878年听道理，1879年领洗礼，1880年有去淡水读神学。迄时49岁，伊真热心传道理，捌甲该牧师头摆去宜兰，到逐位无人要信，拢拒绝因。到南方学要甲人照合，人门关毋照因。后来有个甲一个老人照，迄个老人则用牛条照因合，也煞芳淡薄糜，互该牧师甲遐学生食。高进心上遮艰苦，无爱做传道。高进心上遮艰苦，无爱做传道。到倒转淡水，伊的心阁想，这该牧师遮厚的人，甘愿遮远来受艰苦，这道理的确是真的。但我的确要做工到死。对安尼，伊有去做传道，点几若位，后来死伫大马烟，伊的某还伫遐。好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部分。然后，古事是高进古事是高进的兄，因有6个兄弟，第六个小弟毋信道理，最大对着。高事甲高进相时信道理，伊的某毋信，常常要好，常常要好。这个好什么意思？好来好兄，我本地想讲，敢是好迄个意思，毋过嘛怪怪。来查看卖好啦，常常要好。伊讲是祭拜祖先，祭拜，歹势，祭拜祖先。嘿，好，
啊，好，诶，常常要拜公妈啦。拜公嘛，好，所以讲因为这是就是基督教嗯咩讲无同意的代志，吼，嗯，好，来看卖敢是即个意思。是是。买好嘿，好，故事将对，将新笔公婆甲伊毁，伊的某搁创搁创来好。冲来好。也是歹变调好，搁对创来好，嗯，原来好有这摆的意思，我嘛是今日才学着。好，创来好嘿，后来故事下某去叫伊第六个小姐，了解小姐来甲伊的丈夫计较，兄弟惊。哇！惊家死要拍生死，哇！真怀疑。故事甲伊六个囝，阁有六个囝，真翕，六个囝拢信，只有某毋信。好，你嘛，遮嘛无讲迄个拍生死的结果是啥物？好。到法国拍台湾的时，这个也是爱变调。到法国拍台湾的时，到法国拍到法台国，湾。读本调较顺吼。法国拍台湾的时，拍台湾，伊的厝家业拢无人抢，拢互人抢了了。家业拢互人抢了了。了解。故事甲伊的大囝都走，这个应该分开吼。大囝都伫路中，互歹人掠着，互歹人掠着，送互官府，告伊通番。告伊通番告伊通番来拍台湾。官问因有影无？因爸囝讲无影。较早的时，该无书有一领羊服了解，有一领羊服送高进，后来高进互高树穿，高树互人掠的时穿即领衫，所以官问讲，你竟无影通番，你身躯穿的番仔衫对倒位来啊？安尼你通番是真？甲因拍真伤重，关因伫家呢，也常常拖出去拍，关系嘅历久，故事是伫家内关死伫家内，官则将伊的囝官是官则将伊的囝偷放为什么爱偷放走的意思哟？毋是逃绑就是解放是逃绑。好，这个我记套就是解开绳结，叫做套。
嘿，哦，好好好，啊放哦，偷开甲放开即对对，个词有放，历好好史啦，嘿，好好好，等一下我记一个，嘿，头一摆听学着即个词偷放，好棒，即敢是茶树上咧用诶词，就讲用，就好讲是用啊，好好棒，偷放，好好嗯，偷放好，毋是敢若人啊心情，还是讲好哦棒吼，哦对对，心嘿，情诶拢会使，偷放嘛会嘿，使用，拢会使，好好好了解。我则将伊诶囝偷放伊，故事伫甲年诶时，伊5个囝，敢是安尼讲嘿， 5个细囝都走去告别离捌离婚，婚，呵，捌离婚，煞互人做囝。哦，到高进对宜兰转来，才去食啥物？就去讨，讨才去讨啥物啊？哦，讨囡仔，讨囡仔，哦，了解了解，对对对，好，现在囡仔有才大啊，去讨，哦，是，伊诶囝是高高水贵人诶长老，现时伊诶囝孙真侪人，也信拢是信者。嗯，嗯，好，了解。系即个故事较凄惨。好，好，这个这段这这个和高俊明牧师因兜毋知关系，哦，对吼，拢是会使查看觅吼。嘿，姓高啊，佫遮侪囝，你无定某一房，就是后来高俊牧，我来早日高俊明牧师了吼。系啊，因这吼教会拢有名单传落来，所以是拢知甲我都知甲一清二楚。好，看觅吼。因即个嗯，诶，祖父尔，因讲哦，高中我知啦，高中高啊，所以即中个哦，敢高是无共诶人，可能高中甲无共，高进，嘿，嘿嘿，嘿，是，因为嗯伊是伫倒一个教会啊，嗯马雅国，马嗯，雅国啊，所以伊这是南部教会啦，毋是北部教会。是，好，我看嘛，伊是台南人嘛，所以是所以和北部教会无关系，还是嘿嘿是，嗯，嘿，共款是天高安尼，嘿，好好，这段你敢来？好来，这段好来，我看高数高数倒位啊？都83页好，嘿，中间，嘿，诶，呃，诶，伊诶某83页，嘿，看嘛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第12、13高数是高进诶兄啦，吼，对遮。嘿嘿嘿，嘿，因有6个兄弟，第六个小弟毋信道理，做嗯大对敌。高嗯士甲高进相时信道理，伊嗯诶某毋信，常常要孝。高士将信不公婆甲伊毁，伊诶嗯某佫创来孝。后嗯来高士诶某去叫伊第6个小姐来甲伊诶丈夫计较，嗯兄弟行家死要拍生死。高士甲伊6个囝拢信，只有某毋信。到法国拍台湾，伊诶厝
伊诶厝家业拢互人抢了了。高嗯顺甲伊诶大兄逃走伫路，甲伊诶大兄大囝歹势，甲伊诶嗯大囝，我想讲奇怪，大兄啥？大囝逃走伫路中，互歹人掠着。我无照这标音读啦，我惯是会方式读。感觉轻声吼，嘿，好，当互官府告伊通番来拍台湾，官问因有影无，因爸囝讲无影。较早诶时，该牧师有一名杨福送高进，后来高进互高士称，高士互人掠诶时穿这领衫，所以官问讲：你减无影通番，你身躯穿诶番仔衫对倒位来啊？嗯安尼你通番是真，甲因拍真伤重，关因伫家呢，嗯也常常拖出去拍，关4个日久，高事死伫家内，官才将伊诶囝投放伊。高事伫家呢时，伊5个细囝逃走去到细囝，应该是讲个囡仔啦，吼，毋是嘿是，大人吼。哦，伊5个细囝逃走去到巴里芬，煞互人做囝，到高进到高进对宜兰转来才乞讨。伊诶囝是高随归人诶长老。现时伊诶子孙真侪人，也拢是信者。这是高士甲高进甲高士吼。嘿是，好，后，诶，我看后一个是好嘿好嘿收，咁是咧好嘿收数，诶，好嘿收数，伊诶名，伊诶名可是票，可是票姓是寇名叫上，寇，诶，可票，诶，好，寇是毋过爱变票，可。寇是靠哦，对对对，靠有迄个轻声，靠是扣，嗯，是上回人的教会，伫1878年听道理，因为有带有带带有带扫的边，哦，了解了解，那个少迄个扫，诶，所以讲即个。哦，对对对，诶，哦对，诶，好好有带扫，就是迄个家扫，迄个带，扫吼，伫台有语内底带讲带什么边，带什么边吼，是就是带，你有就是有即个边什么的意边啦，思，嘿，对，因为有带扫的边真久袂好，才该无输的食，应该是这应该是第八条才对吼，食嘿，该无输，所以讲应该是食第八条。食该无输的，等一下，食第八条，好，食该无输的药，食该无输的药好，才来信。伊是真热心的富人人，熬款待传道理的人，拜堂若做会接食道哦，食道了解，所以跟即嘛是第八条。做伙食道拢伫伊遐，吼，通讲是当时教会的什么条
调调酒酒，调酒注食，吼，嘿调酒嘿调啊酒调嘿酒，对，了解。好，法国拍台湾的时，受歹人下真伤重，家业拢互人抢，伊也无失志，到76岁才互主经调。金条好免啊，大写，经然后小调，写，写金条，系啊，经调好。嗯所以讲这个调应该是第七声第吼，无第三声金条，第三声经调。好，了解。拣选好是拣选造建造造啦吼，是这个调是造，了解。伫造华语换日，哈，什么蒙主重造，迄对对对，款意思。同个时间，嗯，好，我来读好，吼。你敢来读一遍？嘿，好系上少，伊的名库士桥是属贵人的教会，伫1878年听道理，因为有带扫的病，真久未好，真久未好，食该无属的药好，才来信。伊是真热心的负责人，熬款待传道理的人。拜堂若做伙食道，拢伫伊遐。通讲是当时教会的调酒。法国拍台湾的时受歹人拍真伤重，嗯家业拢互人抢，伊也无失志，到76岁才互主警调。嗯，好，继续吼，好，继续。有一个，后一个叫颜幽莲。好，对，颜幽莲是宜兰东门头，这敢是飘音？这是东门头，也是东门头的边波，东门头。党，伊是写党啦，但是我毋知影汉字是啥物。党门应是东门头，来查看卖好啊！我来找迄个长老教会的，诶，来看卖。党党门头，系啊，你即个所在你敢有听过？毋知毋捌听。党门头，我进连前汉字安怎我写都毋知。党啊，所以是马党，街系啊，毋知迄迄党。叫东门头。好，伊个汉字就特别。我看卖，我甲迄个还互你。我拍伫信息迄那遐吼好， ，chat 安尼，东，所以讲变调是东门头。OK，党，伊即系啊，个即个闸门的即个闸字吼。我毋知影，敢会使查一个迄个，敢真正有即个字？要安怎讲咧？即这字系啊，是混嗯，音啦，混音毋是啊，歹势，混音字啦。混音字哦。有第二点有收东门即个词诶，毋过无汉字就是啊，就是东是写白话字。哦，东门，东门，伊讲是水门，原来就有即个讲法，东这门。是系啊，头一摆听着，我嘛是第一道听的，这个东门，东门，党，毋过东高一字都无迄个意思。嗯，我拄则是用东门两个字去找着诶。我看卖啊，党里当然即字咱知，嘿啊，嘿，这是文读音，嗯党，我嘛无党即个，
就唔知影为虾米当门是水门的意思。当然，伊若讲三条的迄档哩，咱会当又讲是即个嗯，好，嗯，即个哦，啊，毋过这个就是动吼，啊，就是即嗯个，我相信有迄个嗯，文音甲白音嘛，哦，白音是，嗯，但是伊嘛是写动啊。系啊，我无理解啦，我毋知，我摇的，但是可能毋对啦吼。我系啊，本来是毋知影讲你，迄个当门是嘿个到为倒位来的本来是讲法，讲即个有会当读嗯懂、读懂，但毋是读懂。嗯嗯，嗯，懂。我的理解就是即个动就是走动的意思吧。哦，呵嘿，呵，所以叫东门口，啊，伊用一个混用字叫做闸门的迄个闸，嘛是嗯，阻挡的意思嘛，讲会拦通，嘿嘿，截吼，嘿嘿就是是，即个意思。嗯，好，好，就是宜兰继续吼，好，五角咱星星期分，嘿，当头的边部已经顿在爱求入升学，该无书，爱求入升学，该无书甲伊讲，你读袂去，感谢呢，读袂嗯，去，所以安尼我就知影什么无叫盾在，盾在顿在，就是讲我的，拄则嘛是就是较戆安尼，在调较戆。好，就无纳接接纳伊，无读就煞买淡薄药，甲大大甲大一本诗，飞飞就去后山，现时花莲港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知影花莲是后山。好，嗯，迄碟只咧开什么啊？开开园开园，哦，开荒啊，了解了解。华语讲开荒，干什么对，呢？是，这个开荒，只有边埔店遐汉人真少，好，有人去遐会药是啥物？卖药啊，会药迄个会是啥物？卖药啊，会哦，卖药，是卖哦，嘿，卖。哦好，应该亲像嘿，H，我来看，我来记一下哦，这是卖药啊，去遐卖药，也用迄本诗讲互人听，嗯，真侪人信，伊就倒转来甲该牧师讲，甲该牧师讲，该牧师去看，诶，哦，去看应该是 H 吼，嘿，对，遐的石番了解遐的石番，因真欢迎，就伫遐说3间拜堂，煞互煞互颜幽莲做传道，幽莲好，幽榴莲，幽莲有一摆要转来，这是大船大船，了解大船是大船拄着风影真大，船暂时晚花，迄时是暝时，因我伫大什么大鲁国
太鲁大阁路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袂歹呢。我伫大路角海边，好，大路角海边，好，船内有10外人，船内人啊，船内啊，对，船内有10外人，有人有人遐侪人，遐侪人伫咧行，遐侪人伫咧行了起返回来，危险，伊就家己去找一个什么石工啊，石工了解，石工来呃，避。石坑，石工哦，石工找一个石工来比，也是比，看无米清楚即个声调来比，第4条吼来对，比。好，伫，等一下有伫后一啊，伫遐煞困去，驶船的人看风景较掂，就刹船要去，找无有人，因回船去。好，到你敢要天，好，个读煞？会使读煞吓，会使，应该8够有点咯。时间，干嘛哦，着？嘿啊，我知影，吓好，安着，甲尼好啊，甲即个部分读煞好啊，吼，好，好，好，到天光，有人醒起来，看无人，也无船，迄碟载翻啦，好，一面大海，一面什么夹山，迄个夹是啥物意思啊？夹迄个夹吼，了解？一面夹山，断岩绝壁，吼，华语断断言绝壁，感谢对，呢，断断岩，岩诶，绝壁，应该是这是绝，也是绝片啊，应该绝壁。是第8所以讲声，这是第8声，伊无应该是第8声。清楚。好，嗯，断岩绝壁，真无路。啊，啥物诶？真无路，应该是真无路，退无路真吼。真，真，所以讲变调吼，免变调，真无路，退真无路。无路退啊，真无路退无路，拢读本调，好了对，解。真无路退无路，行行行目，北行北天，哦了解。行北天，求天白，所以讲天白就是上帝的意思。好，天天父，求天父哦了解。天白，求天父，求天白，只云下对半片求丁仔爬起来。诶，好，半片求丁仔是啥物？斜对半平啊，半平就是半哪啦？先片是，看后壁，球顶啊，嘿，爬求丁仔起起，是啥物？顶啊，爬藤条，没有了，藤条了哈，顶啊，丁仔是藤，藤蔓了，了解，嘿，丁仔。球好，顶啊，爬起，爬上去，哦，了解，好好。诶求啊，求，咁就是大，球是啊球顶啊，KHIU，第到底第二求丁仔，声，第二声哈，Q，好，求丁仔，了解。哦，求丁仔爬起，爬起，阮的电调是爬起哈，啊，呃，遮云啊，斜对半平，即个半平，我咧想讲可能是半山平啦，吼，大山片，好，了解。好，遮就是对半山
挂片，树顶啊爬起去，行入森林，了解？无人森林无人到的所在，吼，好，无人经到的所在，哎后头好，下本条吼，无人到的所在，嘿经过12日久。无什么通食，这厉害，无什么通食，无通困，无通啉，只有找着一丛山间18粒就搬来食，吼。山甘是啥物？甘就是甘啊，山里的甘呐呢？好，了解。后来拄着饲饭的妇人人，才带伊带伊入社，带伊入社去应该是见第三条吼，嘿，见观翻卦是啥物？去见翻卦李阿良，翻卦什么我嘛毋知，卦毋知你讲啥，翻就咱知了，翻卦，了解啊，翻卦来看觅翻卦，翻卦，我听过即款的翻卦。即嘛无人爱讲啊，系啊，伊讲是甲第二点有修是甲翻人物件交换哦。系啊，就是即个就厉害，会翻叫卦就是呀，卦来办兴趣 broker，对，嘿，就是好，交野的人，好。中间人啊，中间人好，去见翻卦，无怪是迄个汉人的名，李阿良，经过遐侪日，身躯互气擦，好拢饲插互气这是第三条哦，好，爱读分互调，气擦，嘿好，互气就是甲擦，主词甲动词一定爱分开读嘛，好饲好插，气擦，好，了解，好气擦，拢烂精真精伤中，甲是安尼。是情当然变调啦，情真上重，精迄个精是啥物意思？精正就伤中，是正，规个正起来啊，都肿起来，正起来了解，好，精伤中，了解。踮遐到好，才叫饲饭带伊去花莲港，当时花莲港交通无利便，阁危险，因为无客船大只船袂晚花，有人有来读升学，安尼故事都煞，嘿有人有来读升学校，后来做团队教死， ，OK，伊故事好，吼，即个故事长长的，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啊，伫咧啊，死伫咧遐，对啊，实在是。好，颜幽莲，是宜兰东门头诶，东门头诶平埔，伊真顿才，爱求入神学，爱求入神学，甲牧师甲伊讲，你读袂起，就无接纳伊，无读就煞买淡薄药，甲带一本诗，飞飞就去后山。我即个飞飞拄则袂记得查是啥物意思。灰灰吼，会来查看觅灰灰，嗯，有一个一字，毋知啥物意思，飞飞。系啊，
嗯，灰，伊敢是灰迄本册的意思？好，我咧摇是毋是手摇的摇的就手挥手啦，就是对，挥手迄个嘛，手挥挥咧就惊安尼。对啦，我咧摇啦是安尼，挥手去后山现时回连港，迄当阵佫要去回连港，对，可能要开港，无迄个港。嘿是。我较早我听阮阿公讲一个所在，叫回连吼。嘿是。迄碟才底开园吼，只有便保店遐汉人真少。有人去遐卖药，也用迄本诗讲互人听，真侪人信，伊就倒转来甲介牧师讲，介牧师去看遐个石番，因真欢迎，就伫遐设3间拜堂，煞互颜友莲做传道。友莲有一摆要转来，搭船拄着风影真大，船暂时换岸，迄时是暝时，因换伫大鲁国海边，船内有10外人，友莲想遐侪人伫地，惊了青番回来危险，伊就家己去找一个石坑内面，伫遐煞困去。驶船的人看风影较掂，就刹船要去，找无友莲，因做因开船去，到天光，友莲醒起来，看无人也无船，迄碟灾惨啦！一面大海，一面夹山，断岩绝壁，进无路，退无路，行目望天，求天父，才稳坐对半平，求阵仔爬去，行入森林无人到的所在，经过12日久，无啥物通食，无通困，无通啉，只有找着一丛山柑，生18粒，就挽来食。后来拄着青番的妇人，才带伊入社去见番挂李阿良。经过遐侪日，身躯互刺擦，拢烂，精神上重，踮遐较好，才叫青番带伊去花莲港。当时花莲港交通无利便，阁危险，因为无海船，大只船袂瓦岸。友莲有来读神学校，后来做传道教师。好，这个故事看了感友莲吼，感友莲吼。好，后回再佫继续看。继续睇后一个人，这是好，第86页，好，起来。哦，今日读85页啊。袂歹。好，咱后礼拜再个。后礼拜再继续。好，多谢啊，后礼拜再会。安安。晚安。